祭孔典礼，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。相会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祭跟祝祷文都是郑正雄总点传师。跪。献香洒子，献在献三连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首。奏以献香礼毕，望所齐躬。对。两边归对阵，奏以各就拜位。奏以跪。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首。奏以各前进就先位。奏以后两位归。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首。关。跪。节集，节集，奏11点的时候要上台领奖。你在一只美时阵吼，爱记咧啊，节集，一叩首，一叩首。好好，先上。啊，90岁啊吼，90岁去读经册，去到大中原，哦，足感恩咧，不讲多嘅款。奏哦，真用心学习。一叩首，台南市政府一叩首。读经大会考，台南市第3届读经中华会考。祭
别急，这几别急，走一这。别急，一扣手，一扣手，横进后线，走一扣手，一扣手，弯。对，几别急，这别急，走一这。别急，一扣手，一扣手，定后线，走一扣手，一扣手，走一跪，三扣手，一扣，再扣，三扣手，一同走一后退跪拜位。走一跪，三扣手，一扣，再扣，三扣手，起，走一两边分班，对面走一建功的地方手击功。嘿，好，我们今天准备的供果有苹果、智慧糕、黑白笔，馅苹果、代表的是平安健康，智慧糕、代表智慧高升，黑白饼。代表是非分明。我们一起献给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。台南市第3届读经状元评主鉴记者请就位。评鉴会考，在台南市政府这边举行。哎呦，马路这边，好，帮主负责礼工作。我也要。我们由郑正雄总点传师为我们行主祭礼。好，帮主负责礼仪的部分。我参加过祭孔典礼、祭天祈福大典。台南市先简文教
由宝光组鲁城兴义鲁城单位，兴义的南京单位就是台南市鲁城单位，另外还有高雄云阳圣道院南京单位，兴义南京单位，还有关奏义仪，圣堂兴义义和单位，奏仪会，献香。一见在见三见住见五前五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，齐跪。请攻读自考文就拜位。奏仪归。五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，攻读自考文。祝老为中华民国102年岁尾是国历12月15日，经由台南市政府指导，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主办，财团法人玉山宝光圣堂暨财团法人新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、财团法人重振基金会、财团法人新义府城文教基金会、财团法人台南县一贯道义和圣堂承办，恭敬拟制同心，隆重举行台南市第3届读经壮年评鉴会考，请你主动馨香之龙仪，诚敬恭敬禀告。大成至圣先师之神位，前曰：圣乐悠扬，万众齐心，祭拜先师，叩顶亲音，侍奉日落，天理不一，道德重建，万亲齐力，仁义体力，源于正道。仁义教化，师道天高，潜心圣智，特念作生，发宏忘始，一诚心正，又诵经典，先知而行，行耕得乐，克尊圣教。弘能学道，先礼拜师，出入德门，得物处之。诚敬尊师，师言告尊。